好來繼續要來講國中的會考，這個週末就要來舉行。政治人物發放到寄福的小物，引發到爭議。這屆花蓮縣長的選舉，國民黨是徵調到吉安鄉長游淑珍來參選。講游淑珍拜託到校長幫忙，發放到肉粽造型的壽司圈啊。講袂少老師真反感。其他鄉鎮的家長甲學生收到了後，嘛感覺無彩錢，講不如送考試用的筆要較實在。肉粽造型的壽司圈啊，頂懸寫包裝，閣附一塊金榜題名的小白鴨。這是國中3年的學生佇會考進前所收到的小禮物，原來是鄉長游淑珍送的。不適當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是候選人，而且這些錢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。你說這樣是祈福嗎？對孩子來講，一個鑰匙圈而已。如果你真的把錢花在需要花的地方上，應該是買考試筆給孩子吧？這樣的行為就是浪費。2500小禮物全館奉送。開過了辦考，若逢批評無彩錢，校長甲老師鬥相共發送，也比積極。學校是一個行政重的地方，校長去與不去，是不是都左右為難？我想請政治人物，可不可以放過學校？建議學校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來辦理，好，不會特定候選人。來從事政治活動，不適合由學校來發送，比較不適合。網友也留言講，發吉安鄉的就準煞，連100公里外少年，老師也愛鬥相共去發送，甚至有人講，自舊年就已經開始，把錢開佇咧應該用的所在，敢唔好？當一個吉安的鄉長可以把全縣這麼多的校長集合在一起，是不是用這個行政資源來作為他個人競選縣長的這樣子的政治利益？原來是小型的一個鼓勵範圍，傳遞出去之後，那很多的學校就會來跟大家反映。游淑珍強調，家己是教育出身，希望賣因為代表國民黨出來選縣長，特別否定伊對囡仔的用心。是講佇會考進前送囡仔的小禮物，也引起了爭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